今年上解强的寒流来到位，为了要帮助弱势族群也有家友，仁安基金会将化站河钓线新人士发放这保暖的物资甲烧汤食米，也启动防寒机制，开放家友过暝的临时安置服务。民众排队等候，但要领保暖的物资掺食物。今年上强的寒流到位，中华有善心人士捐赠物资予仁安基金会发放，希望在霜风正骨的天气，弱势民众会当穿好烧，吃一顿饱。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那个街友，他们其实很缺乏这个区块，然后我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一份爱可以多跟大家分享。逐年寒流来啊是啥咱就侪咱独居老人啥其实。一直拢是无即个物资通去食饭的，啊，想讲咱就是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咱嘛做这个机会，来造福咱这个社会。除了有民众提供的爱心饭菜、保暖的物资以外，仁安基金会考虑到家友无一个通热风炸雨的所在，嘛启动关怀机制，温度若比15度较低，就会开放临时过暝的安置服务。最近咱天气较寒，咱会真烦恼讲因的身体袂堪住，不管是民众有发现，还是讲家己有需求的，拢会使打电话来阮遮，啊无就是打电话予县政府1957专线，社工拢会来帮助因。仁安基金会表示，目前彰化站阁有9个眠床位，会当予家友暂时照大，卖参政府合作，加强暗时的巡视，发放物资。不过这阵啊，真欠泡面、饼、面条这类物资，基金会嘛望社会大众捐献爱心，同齐帮助家友度过寒冬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